長期進行社會關懷甲吉人救助的歐永島基金會，13日上午在北門立中港臨安宮頭前發送冬令慰問金。今年也是基金會連續第15檔舉辦這個慈善活動，關懷對象涵蓋北門、客家、將軍3個地區，實際將溫暖送到有需要民眾手中。繼續用咱的愛心來幫忙咱的故鄉，攏總佇人環購物中心有捐獻1000萬，小弟捐獻人群心的牌樓1000萬，這個咱的昆新龍救濟基金有捐獻800萬，用拄捐獻昆新龍的基金的500萬，所以我的部分攏總有捐獻3300萬來咱的北門。今年大北門地區受到丹那斯風災衝擊，造成不少家庭生活受到影響。基金會也撥出慰問金救助，而這次活動總共發出804萬的慰問金，希望讓每一位受助者攏會當感受到社會的溫暖。這屆咱的冬令救助，咱嘛是提出上懸的804萬來幫忙2300個鄉親。這攏是咱需要照顧咱的鄉親，會當講是咱的爸母，小時那個疼痛，尤其這風災，實在是天災，尤其咱故鄉攏一寡老人，無就是我安尼孫啊，攏有的比較攏有國中考到高中，無法度去讀冊，產假，所以說最需要咱有善心的企業家，領養各區來個幫忙這弱勢，這是我一直每年攏來出來這呼籲的，取之社會，用之社會，尤其對這鄉偏遠地區困苦的人，一定要發揮愛心，互因溫暖。秉持着回饋社會理念，歐永島慈善基金會會持續關懷地方弱勢族群，未來將會結合更多資源甲力量，希望會當拋磚引玉，吸引更多人響應。和愛心無中斷。台南新聞張世維採訪報道。